后来继续来看，这位是艺人吴宗宪的查某囝吴珊如，这个月底就要来结婚，最近拢咧无闲结婚的代志。结果讲有一个网友伫个吴珊如的面前来闹话，呛讲要甲抬。为了安全，伊是赶紧来报案。警方嘛已经通知这个网友到案说明。伊讲伊甲吴珊如伫个国外就熟悉咯，双方有暧昧。 但是尾也倒来台湾，吴珊如就不爱插伊咯，所以伊才甲恐吓。拄则全新的儿童上戏节目主持人艺人吴珊如，英文讲甲真认真，伊高中就去美国读册，倒来台湾近日跟业款嘛分享家己的经验。我在国外读书，我学到只有2件事情，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。就像别人看到你，他就台大中文系的啊，然后你以后永远都活在你是台大中文系，所以你必须怎么样这个框架里面。这个月底就要嫁予交往几啊年的男朋友，想要到小弟女西派进前，才因为去大麻红掠，伊出面办保，伫要结婚，阁互网友留言恐吓。细林的查甫网友几若摆走去吴珊如的面前闹话，讲伊欠钱无咧还，阁讲伊是食毒的毒贩，甚至阁要爱伊的命。吴珊如只好向警方报案，一追查才发现对方是有良民证的40岁的上班族。伊讲伊和吴珊如是伫国外嫁大的家庭熟悉，双方有暧昧。毋过吴珊如倒来了后，未甲拍招呼嘛，未甲开讲，传消息嘛拢无回。伊真生气，才会一时冲动，失去理智，闹话甲呛嘛，互警方函送。我要杀了你的这种以加害生命来恐吓他人的留言，是涉及刑法第305条，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是1颗罚金。吴珊如的经纪人讲，莫浪费社会资源，结婚进前煞出现这个风波，嘛好加在这个恐吓案10个月前都已经函送，未影响到筹备婚礼。